台北市的交通有影是真复杂，有的是红灯等上久，有的是即个青灯上过底啊。上久的就是伫高公路47巷甲34巷，红灯拢总有204秒。也若上底青灯是伫个潭美街成功桥骹，敢若8秒尔。即马交通局是回应讲，会随时来检讨，来兼顾人甲车的需求。伫台北市平常时尖峰的时段。侪人甲车伫市区内底咧行驶，不过路口的交通号志，但红灯的时间嘛，去互民众批评，毋是伤长，就是伤短。亲像潭美街成功桥下骹，8米宽的车路，青灯敢若有8秒。在地居民讲，要过车路，确实是真赶。是有短一点的，因为这边车子绿灯要过斑马线，对不对？这边车子也是绿灯啊，很危险的，所以要停一下。长辈是比较慢，是短了一点。我自己是还好啦。迄若交通号志爱等上久的，是伫高公路47巷甲34巷，尖峰的时段6米宽的车路，红灯爱等204秒，超过3分钟。就是不方便啦，太久了，因为像老人呐，我觉得20秒有时候甚至于18秒，根本都走不过来。等的时间长，青灯阁无几秒，民众是感觉真无利便。交通局表示，市府从2019年开始，针对重点路口设置智慧号志。去年锁定29条较会塞车的路段，设置221个智慧动态号志，会当即时监测车流。车流若减少，就会缩短等红灯的时间。对，在行人描述的部分，我们都会满足我们刚刚提到的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的一个规定哦。那我们行人绿灯呢，都会至少要满足行人穿越道长度1公尺1秒的这个规定。交通局表示，交通号志的秒数原则上会分做是早起、下晡、尖峰、离峰、甲休困日等等的设计，会随时做检讨，而且增加设置智慧号志，兼顾车流顺，也佫有行人通行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